人工智能技術急速發展，踏入2025年冇耐 ，DeepSeek 同埋 AI Agent 相繼崛起，令到開發 AI 同埋應用 AI 嘅限制大大減少。唔少人都期待全球經濟將會大大受惠於今輪人工智能嘅技術革新。Hi there, I'm your TSA oral exam coach. I'm here to help you become an even better speaker. My lunch. From Monday to Friday, I have lunch at school. Great job! You read fluently and clearly, with good pausing and intonation. 呢兩個小學生正係試用學校最新引入嘅生成式 AI 英語學習軟件，比較舊軟件，新軟件能夠俾學生評語，令佢哋更容易掌握英語會話。To make it even better, you could try adding a little more excitement when you talk about the yummy food. 平時可能讀嗰篇文章嘅時候，你會覺得自己冇問題啊，好流暢，讀啱晒啊。不過 AI 幫你分析之後，佢會同翻你講你錯咗邊度，咁你自己明白翻你自己錯邊度。Rice is nice。同埋我覺得之前真係有啲人都會直接就係聽都唔會睇嗰本書咯。同埋而家新版嗰個係 AI 係同你係幫你係講好啲英文咁樣咯。學生嘅學習能力同進度人人唔同，老師難以照顧個別嘅學習需要。校長表示，利用生成式 AI 輔助，就令個性化教學得以實踐。生成式 AI 佢會按住小朋友嘅個別需要，呢個亦都係照顧學生嘅個別差異。學習好多樣嘅，咁唔同嘅小朋友有佢自己嘅節奏，有佢自己嘅步伐。咁我哋就係透過 AI， 如果真係好勁嗰啲，咁佢咪唔會見到天花板咯，佢可以繼續學落去咯。咁如果你話能力稍遜嗰啲，咁 AI 亦都可能會調低翻，低於佢自己需要嘅嗰個年級嘅程度，由基礎去到建立翻咯。咁呢個係對小朋友個性化學習係有好處嘅。校長話：自從 ChatGPT 出現，已經睇到學校應用 AI 將會係大勢所趨。2年前已經為校內教師安排認識 AI 同生成式 AI 應用嘅活動，亦主動接觸英語學習軟件嘅供應商，探討喺教師日常工作上引入相關技術。嗱，呢個咪就係頭先我哋問兩個細路，係啦。跟住然之後，唔需要 scan 嘅，影相就得㗎啦。陳浩傑係一間專門提供 AI 解決方案嘅初創公司科技總監。佢解釋，作為程式開發者，訓練成本高，應用提示語複雜，都係傳統 AI 最大嘅問題。要用 AI 生成內容，用家要識得運用提示語。顧名思義，提示語好似向 AI 程式下達指令一樣，希望生成嘅內容越豐富，輸入嘅提示語就要越多同越精準。針對呢方面，近年出現嘅 AI Agent 或者 AI 代理程式，就好似向佢哋提供咗一個專門插頭咁，令佢哋能夠直接從大型模型中抽出想用嘅部分，令佢哋更易令 AI 精準執行工作。我哋只要有足夠嘅數據咧，我哋訓練出嚟嘅 AI 模型咧，其實係可以做到多項嘅任務嘅。咁我哋要去接觸唔同嘅可能行業嘅時候，咁我哋就需要有呢個行業嘅合作夥伴嘅。咁啊，所以無論銀行也好啦，律師啦、醫生啦、建築啊、物業管理啊、教育啊等等都好，我哋有相應嘅 partner。咁然之後再採用翻我哋嘅技術，然之後再俾翻個行業去應用。陳浩傑解釋，以佢哋嘅公司為例，公司其中一項 AI 專長係廣東話語言模型。透過 AI 代理程式，例如銀行客，就可以更容易掌握點樣應用 AI 嘅客戶回饋程式。有別於市場上嘅大型 AI 語言模型，近期橫空出現嘅 DeepSeek 呢個 AI 語言模型係採取類似蒸餾提煉嘅訓練方法，直接從市場上一批 LLM， 即係大型語言模型學習，精練出一個新嘅 AI 語言模型，某程度就慳返由零開始學習要花嘅時間同成本。其實喺行內咧，DeepSeek 嗰種咁樣嘅訓練咧，唔係一個秘密嚟嘅。
即係當初可能講緊話要訓練一個模型，要用嘅GPU 嘅資源啦，要用嘅錢啦，人力物力係越嚟越多。咁但係其實真實嘅情況唔係咁樣嘅。其實真正嘅做法係唔需要用好多嘅資源，都可以做到呢個效果出嚟。而我哋都係要將呢一個方式提煉嘅方式，係應用到喺即係大家嘅日常生活當中，可以每人都可以訓練到自己模型出嚟。佢話現時訓練 AI 嘅成本大幅降低至不足原先嘅1%，而模型體積越嚟越細，令 AI 甚至可以喺一般電腦上運作。咁我哋今時今日已經係講緊一部普通嘅電腦，已經係可以去到 GPT 可能 O1，有啲叫做一體機，講緊嘅係普通用戶嘅一啲顯卡，然之後咧上面可能放咗個 DeepSeek 上面。跟住咧，再放翻可能自己製作嘅智能體，即係個 agent 嚇，然之後做個應用。咁我例如有啲朋友，佢可能已經做呢件事做1個月，佢自己部電腦咧已經有50-60個智能體。咁用嚟做乜嘢咧？就係幫自己去做呢個自媒體，做 digital marketing 啊等等。